小米蘇7高速碰撞爆燃一事衝上咗熱搜。據媒體報道，3月29號晚黑，安徽嘅銅陵3個女大學生從湖北自駕小米蘇7到呢個安徽參加考試，喺呢個上高速重陽至祁門路段發生事故。此前曝光於網絡嘅視頻同圖片顯示，車輛起火燃燒，車頭基本上係全毀嘅。有自稱係車乘人員家屬嘅網友表示，3月29號晚上車輛撞擊護欄，導致咗車門鎖死、電池爆燃，車上3個人監生被燒死。聽到咁嘅消息，實在令人痛心啊！今日中午小米官方俾出回應，車輛係小米蘇7嘅標準版。據初步了解，事故發生前車輛處於呢個智能輔助駕駛狀態，以時速116公里嘅速度持續行駛嘅。事發路段因施工修葺，用路障封閉自車道，改道至逆向車道。車輛檢測出障礙物之後，發出咗提醒，並且開始減速。隨後駕駛員接管車輛進入人駕狀態，持續減速並操作車輛轉向。隨後車輛同隔離帶水泥柱發生碰撞，碰撞前系統最後可以確定為時速大概係97公里。而對於家屬質疑車門鎖死打唔開嘅問題，以及碰撞之後電池點解爆燃，直至到車輛全部焚毀，喺小米嘅回應當中均冇提及嘅，可以講係關鍵細節仍然係缺失。而銅陵市交通運輸局就表示，事故原因正在調查當中，已經成立咗專門嘅工作組啦。從詳細嘅數據嚟睇，輔助駕駛到人駕狀態就係幾秒鐘嘅時間嚇，24秒車輛發出咗提醒前方有障礙物，25秒人為接管車輛，再到後尾嘅26秒到28秒嘅時間，呢部車就已經發生咗碰撞。高速行駛過程當中，如此短嘅反應時間就由自駕變成咗人駕嘅狀態，係咪有足夠嘅時間有效避免事故呢？而家新能源車企都喺度比拼自駕，當中炫耀嘅高級自駕可能會導致一啲消費者產生咗自動駕駛已經成熟嘅誤區。社交媒體上面頻發雙手脫離方向盤，甚至喺車裏頭瞓覺等等嘅危險行為，正係呢一種認知偏差嘅現實影射啊！血肉教訓再一次警示公眾，自駕技術並唔等於自動駕駛。另據澎湃新聞，小米汽車客服工作人員表示，如果遇到車輛斷電、車門鎖死嘅情況，可以嘗試喺車輛下方找尋應急嘅解鎖。車輛配備咗機械把手，喺斷電嘅情況下仍然可以打開嘅。我就認為任何車企除咗宣傳車輛優勢之外，亦都要將呢啲應急嘅安全措施認真話俾每一個駕駛員知道。目前小米官方聲明尚未就碰撞之後車門鎖死同埋電池爆燃等關鍵問題作出進一步嘅說明，我哋亦都會持續關注，等待下一步嘅結果。